你會唔會將手機放喺床頭成晚充電啊？你會唔會邊充電邊玩手機啊？你會唔會手機充完電唔掹充電器就走啊？如果你回答係會，咁以上呢啲壞習慣就會要改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清遠市鄉村新聞官侯卓新。重視充電安全就要從細節做起。手機充電器咧係一個變壓同埋整流嘅器件，只要插到插座上，即使係冇負荷，亦都會產生一定嘅電流，一直處喺工作嘅狀態。如果長期唔掹咧，佢就會持續發熱，從而加速呢個器件同埋材料嘅老化，容易產生短路同埋高壓擊穿，嚴重時咧就會導致爆炸、火災等嘅事故發生。喺呢度咧都要提醒大家，手機充完電就要及時掹甩電源，唔好俾充電器繼續工作，唔好使用一啲劣質嘅充電器，唔好喺枕邊充電，更唔好邊充電就邊玩手機。咁一旦發現咧手機發燙，立即停止充電，唔好忘記人走斷電咯。